讲到即阵黄山雨对台湾的水情加减有帮助，亲像台中的李溪潭加德基水库，大约有增加2550万吨的水。本地对6月初一开始，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等等所在，拢要实行限水措施，不过目前也拢先来暂停了。 这2天因为黄山雨方面影响，各地拢有落雨，尤其体可患严重的中南部地区带来袂少帮助。水库集水区累计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。原本6月初一要实施的限水加强措施，嘛先暂停。原定6月1号在新竹实施的红灯分区供水，或者在苗栗、台中跟北彰化 延长停水8小时的这一些加强节水措施，我们都会暂缓实施。这边的方面体水库增加10万吨的水量，超过1个月的供水效益。经济部水利署参台水公司今年阁开发彰化市乌溪和平厂的伏流水，希望在6月底达到4万吨的目标。那浊度高一点，可能产水就大概只有8000；那水质干净一点，产水就可以达到2万吨。 那这个预期目标4万吨是要到大概6月下旬的时候。虽然这场雨落了拄好，但这阵挖近彰化地区以及稻作的收割期，也要特别注意短时间大雨对农作物是不是会造成伤害。针对辖区内的水闸门，都要去做检修，可能会发生强降雨的那个汛期的一个灾害，要妥善的去做一个准备。 科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，这几天的雨水无法度完全解决欠水问题，呼吁民众继续欠用水，莫浪费，才会当做回度过科华危机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